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全葵堂全教會讀經計劃，以斯拉記第1章1至11節。波斯王居魯士元年，耶和華為要應驗藉耶利米的口所說的話，就激發波斯王居魯士的心，使他下詔書通告全國，說：波斯王居魯士如此說：耶和華天上的上帝已將地上萬國賜給我，又委派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。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去，重建耶和華以色列上帝的殿。他是在耶路撒冷的上帝，願上帝與這人同在。凡存留的人，無論寄居何處，那地的人要用金銀、財物、牲畜幫助他，還要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獻上禮物。於是猶大和便雅憫的族長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凡是心被上帝感動的人，都起來，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華的殿。四圍所有的人都拿銀器、金子、財物、牲畜、珍寶支持他們。此外，還有甘心獻的一切禮物。居魯士王也把耶和華殿的器皿拿出來，這些器皿是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掠取，放在自己神明廟中的。波斯王居魯士派米提利達師傅把這些器皿拿出來，點交給猶大的領袖設巴撒。他們的數目如下：金盤30個，銀盤1000個，刀29把，金碗30個，備用銀碗410個，其他器皿1000件。金銀器皿共有5400件。被擄的人從巴比倫上耶路撒冷的時候，設巴撒把這一切都帶了上來。